想揾一間全廣東話溝通嘅牙科，維港口腔服務超過30多個國家同地區嘅顧客，線上廣東話諮詢，過半醫護團隊廣東話接診，服務5星好評。提前預約即可申請免費 CT 檢查同400蚊優惠券。各位，今日上個禮拜星期日啦，就馬會就閉門賽馬嘅，咁就係以一個行動咧，就支持呢個火災嘅死難者就致哀。咁但係以我嚟講咧，就致哀嘅嗰個行為咧有好多種嘅。咁嗱，佢就講出話將當日嘅收益咧就捐咗俾呢個受災嘅人士。嗱，呢個係100%正確嘅，無他嘅。香港賽馬會大把錢，就捐一日嘅收益，好閒事啊！但係一日嘅收益裏邊嚟講咧，如果有觀眾入場同冇觀眾入場咧，係有差距嘅喎。嗱，而家嗰啲災民在需金，啱唔啱啊？所以捐錢係仲緊要過呢個閉門賽馬嘅一種形式。咁究竟閉門賽馬後邊仲有啲咩嘅可以俾我哋講到咧？咁嗱，咁我哋又講另一樣嘢啦。咁而家電視台呼籲啲市民捐錢，都有唱歌啊，有啲文娛節目啊，俾啲觀眾睇嚟到捐錢啊嘛。咁唔代表有文娛節目就會導致呢個哀悼期係有問題嘅喎。如果賽馬公開跑馬，人入嚟收益多咗，咁你入場費係咪收益之一咧？入場費都係收益噶嘛。好啦，飲食方面 catering 方面亦都有收益噶嘛，嗰啲係咪多咗咧？咁點解要閉門咧？係咪？嗱，我哋首先要考慮一下，既然係有呢個電視做文娛節目嚟到支持呢個捐錢嘅，咁賽馬冇壞㗎，多啲捐贈啫嘛。好嗱，咁另外一樣嘢我想同大家講講啦，就係我聽到嘅消息咧，喺不久將來咧，馬會咧就會主力咧係供呢個從化嘅閉門賽馬㗎啦。嗱，話閉門賽馬啫，但係都有好多人聞到陣除㗎嘛。賽馬喺中國大陸真係唔可以行㗎。你諗下六合彩啊，都可以喺呢個福建啊、沿海一帶啊咁盛行，你何必再搞呢個喺從化呢個現場賽馬咧？閉門啊點啫？一樣有人做，一樣有人睇。所以嗱，呢一個咧，呢一招咧，閉門賽馬咧，就係做一個實驗，喺從化將來閉門賽馬又點咧？我相信喺不久將來咧，唔止一次閉門賽馬嘅，會搞好多次。嗱，大家睇睇我講得啱唔啱？嗱，今日另一個話題咧就係講潘頓上一次騎嘅威威父子封殺呢個競進天下。嗱，我喺賽後咧就已經同大家咧專題講咗㗎啦。嗱，因為當日我有份貼呢個競進天下㗎嘛，輸咗。咁我亦都講咗佢係俾人封殺，唔關隻馬嘅事。呢一次贏翻。嗱，我因為貼咗報文，另外一隻馬就嗰個競進天下就喺我自己嘅頻道裏邊咧，我係有貼俾啲馬迷去買嘅。咁亦都贏到，咁僥倖啦嚇！關於呢隻競進天下咧，係一隻比較均速嘅馬，係會越跑越勁，但係唔可以中間咧剎車揼車嚇，佢會越跑越勁嘅，同埋適宜咧直路拉出嚟望空衝刺，呢一個最重要。呢隻馬睇佢嗰日嘅贏法咧，唔止贏一場嘅，最緊要騎嗰個有冇嗰種嘅心得。嗱，田泰安贏開，下次俾佢再騎咧，最好就排外檔添。
我嘅講法咧，我嘅講話方式咧，同港馬佬咧係大相徑庭嘅。佢哋講話咩 track bias 啊，長度跑道偏差啊，當我偏差，即係我放屁，我當你呢啲全部騎師做噶嘛，關你哋咩事啫？你度馬咪度埋佢咯，派彩高啲啊嘛，傻仔，派外檔咪派彩高咯，乜你咁傻嘅？派內檔派彩低咯，係咪？好啦，咁講完呢一隻馬之後咧，大家希望緊記我同你哋講過唔止一次啦，我貼過嘅馬，你哋一定要追住買。OK， 飲杯茶先，慢慢再講過。各位，你哋好緊張啦，就係話我聽日完成6單，獎勵150美元。我聽日咧就會貼邊隻咧？聽日咧我就會貼第6場8號羽翼陽明。第6場8號嘅羽翼陽明咧，第6場8號羽翼陽明咧，就喺近期咧冇咩特別嘅表現嘅，但係我又膽搏膽貼一次俾大家睇下，搏唔搏到一啲好分啲嘅馬。冇特別嘢㗎，只不過係一個觀感同一個以作為一個練馬師嘅一種嘅特殊感覺啫嚇。好啦，其他咧有關我嘅贊助人咧，今期好得意喎。今期咧佢所講咧就係講醫生嘅溫柔，牙醫嘅溫柔。有好多人一上到張牙科床咧就好驚啊！哇慘啦！俾人哋轉啊，俾個牙嘴鑿啦！現代科技嘅進步，維港買咗啲最新嘅科技，啲醫生用緊啲最新嘅科技同各位服務，你哋一定要睇今期醫生牙醫嘅溫柔，睇下維港點樣幫到大家。請睇。牙齒流血，仲有啲口氣，好驚睇牙啊！醫生，我好驚睇牙㗎，痛唔痛㗎？可唔可以溫柔啲啊？放心，我哋有辦法，今日會令你舒舒服服返屋企。我哋依家用嘅呢個瑞士 EMS 牙周治療方案，佢最大嘅好處咧就係溫柔。傳統洗牙可能會酸鼻感，但係 EMS 牙周治療嘅技術，佢可以將能量精準投放到牙石上邊，而對健康嘅牙齒冇咩刺激。成個過程你只會感覺到好似有支好柔軟嘅水筆喺度幫你洗牙，幾乎係無痛感嘅，同時對健康組織嘅影響減到最低，即係話創傷更細，復原得更快。OK， 搞掂啦，有冇感覺到啊？就咁樣輕微嘅震動，就將你嘅牙石洗乾淨噶啦。好似真係冇咩感覺喎，好神奇啊！真係一啲都唔痛喎，早知係咁，我都唔使驚咁耐啦。科技就係為咗解決恐懼睇牙嘅問題，維港校康嘅 EMS 牙周治療儀就係俾到我哋最大嘅信心。